有泪有我有情有伤有死有义。这首，喂，哎来呀，是起来，那个不要睡个大锅丢上去了啊！我妈困干了啊！什么？离婚啊？对，我妈早知道啊，这回事。两个小家伙呢？哎呦，杨迪克、金卡戴珊，这个杨帅哥、金公主，怎么回事情啦？怎么大半夜的闹离婚干什么啦？啊，出什么事情了？啊，跟黄叔讲讲呢。哎，怎么都不讲话了？这样，杨帅哥、杨迪克，你来，到黄叔这边来，过来。我们单独聊一聊的，过来。怎么回事情啦，杨帅哥？啊，跟黄叔讲讲呢。来抽支烟来，抽一次，来，慢慢讲。都是小事情，你小事情什么事情？你跟黄叔讲呢？自己人呀，你商量清楚，好好的解决呀。啊，那这样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杨帅哥，你喜欢金卡戴珊，喜欢金公主、金城，喜欢的。那你闹什么离婚呢？啊，那好好的闹什么离婚呢？啊，你应酬多，他觉得你不照顾他，哎呦，那是你，那这个也有你的问题啊，那肯定的，人家肯定要担心的，对吧？你看我跟我老婆了啊，我天天出去吃老酒啊，我要划一个电话，然后有时候还视频了啊，你要这个女人呐，你要给她安全感的，知道吧？你不能觉得烦的呀！你这个大男子主义出来，他肯定不舒服的呀！你天天这样，他受得了的，对吧？我跟你讲，你听黄叔讲，做男人是很累的，知道吧？啊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你现在结了婚了就是男人了，不是小伙子了，知道吧？不一样了啊！做男人要会忍啊，要看大局观啊。你不要这么胖一下跳起来，你要适当给金城是女孩子，你让她服软，知道吧？你不能这个拉起来就是这个，对吧？你这样的暴脾气，他肯定受不了的呀，知道吧？你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。那这样，黄叔可以转了5万块钱，还是给你的，去给金公主买个包，明天送给她，多少钱？知道吧？这钱不是给你的，是给她的，知道吧？给你个台阶的，懂吧？啊，还有别的事情呢？不做家务这种小事情，这个好解决。还有其他的？没有了。好，去了。金公主，金卡戴珊，来，黄叔跟你聊一聊去，来，哎呀，来呀，金公主啊！刚刚这个我跟杨过也聊过了，这个他说是你们就是因为长期这个他要去应酬，然后你呢都担心他，给他打电话，他们觉得烦，他是在工作，你们觉得他是在外面玩，是就这个意思啊，正常的。哎呦，你这个小姑娘真的好的，哎呦，黄叔都没看错你啊，真的，你看呢，我刚刚已经批评过他了呀，这个小家伙不像话，大男子主义跟你发脾气，怎么可能这样子呢？对吧？是的，哎呀，受委屈了是吧？这，黄叔叔先给你发个大红包开心啊！明天去买点什么化妆品了什么？要的，你先说好。别的嘛，还有就是你们这个不做家务是吧？不做家务，等我跟你们来统一说，我来解决其他有什么事情了？没有了。哎呦，就这么点小事情。哎呀，我跟杨过说过了，没有问题啊，一切问题在黄叔这边 ，OK。不错，哎呀，你真的很好的，哎呀，没事啊，不过呢，你有时候也要体谅他，知道吧？因为杨帅哥现在他也是为你们这个家庭贡献，他这个工作要努力的，真的，他这个事业上升也很正常，很忙一点很正常，你要理解他，知道吧？我说了，等你以后这个打视频打这个什么接电话，一定要接的，不接不行的。好，去，来，我跟你们一起说，好了吧？你们两个赶紧相特进灭口。不要这个板这个脸干什么？杨迪克、金卡戴珊，相一计，什么对的？老杨，你这个人是
吓人的，我以为干什么事情了？真家伙的，我以为这个杨铁跟这个外面这个人花叉叉了，啊，这个没事，你们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，小事情，真的不要离婚啊！真的什么离婚的，这不至于的，真的。而且你也不要去听网上人家外面说什么，哎，做人要自由，做自己。真的，你们离婚以后熬了来不及，你们现在还有小孩子了，真的，这个杨千峰，到时候这个杨伟怎么办啦？知道吧？啊！都想想，而且你们现在互相也喜欢了，你们就搞这种事情干什么？哎，还有说的，你们刚刚说的这个不做家务，黄叔叔从明天开始给你们去找一个家政阿姨，保证靠谱的，好吧？你们两个都不要做了。哎，好了吧？哎，你看对吧？杨帅哥多照顾金公主啊，人家是女孩子，是吧？哎，你看我跟我老婆就很好的，我这个一直很听话的，对吧？来呀！好了，搞定了吗？不要我来，不要这个黄叔叔来的呀！请你老久了，开心啊！请你来谁了吧，师姐？不要谁干的，我也等着你把我的吃来谁了？13点离婚？哎，不是干什么？我随口说的呀，随便说的呀。哎，怎么被我离婚了？哎，干什么？